姐。 是上次落水的那位姑娘。这个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去。去。多谢公子。我一路把你送回家，还给你买包子吃，请救命恩人进屋喝口茶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什么救命恩人呐？你别夸大其词好不好？哎呀，原来丞相府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呢。什么小人呐？你说谁啊？恩人，小女子恳请你去府上喝杯茶，歇一歇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娄家堡屹立于江湖数十载，属于朝廷管辖范围之外。娄家号令一出，江湖上所有的人皆为娄家堡马首是瞻。当年魔教入侵我朝，也多亏娄家出手相救。正是，娄家堡对我有恩，出洋时刻铭记在心。大人、夫人，这都是娄家堡的责任，不足挂齿。大管家有所不知，我家冉冉已经许配人家，与护国将军二公子定了亲，所以，的确，我家小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将军之子，皇上亲口指婚，君无戏言，皇命不可违呀。喂，喝茶不是这个方向。喂，拜见少主。大人、夫人。 请容我引荐我们娄家堡少主娄轩。拜见丞相大人、夫人。晚辈娄轩这次特意上门提亲，望大人夫人成全。好，娄少主不必多礼。娄少主，刚刚我也和大管家说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小女已经许配给秦将军的二公子秦朗，这个晚辈知道。那大人、夫人。 我们娄家堡隐匿于江湖这么多年，对于礼数礼节已经渐渐的生疏。如果有不周不敬之处，还请二位海涵。好，哪里哪里。大人、夫人，这次我确实是上门提亲，但是不是您的千金，而是府上的另一位小姐。表姐。 大师姐，喝茶。这么烫，你想烫死我呀？大师姐啊，大师姐，吃块瓜吧。这还差不多嘛。嗯，不错。
们几个都给我好好洗啊！洗不干净就要洗1个月的衣服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啊，大师姐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师姐，那上面飘下来一个腰带。放你在外整整3年，是不是也够了？你还在怪爹3年前没有派你去镇守边疆，害得你哥哥被魔教所杀。孩儿不敢。你娘死得早，你哥哥作为将门之后，远赴边疆报效国家，谁知现在咱们秦家只有你一人可以继承武将之职了。爹老了，你也该回来当家了。爹，魔教盘踞西域几10年，多次犯我边疆。哥哥又惨遭魔教杀害，一日不平魔教，孩儿一日心不安。魔教教徒众多，声势浩大，皇上对讨伐魔教一事也非常重视。这次召你回京，也不是让你就此罢手，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。只是你早已到了适婚的年龄，该为咱们秦家添丁了。爹，苏丞相是朝廷重臣，宅心仁厚，与咱们家又是世交。苏家小姐是苏丞相和初阳公主的掌上明珠，性格活泼，家教又好，是万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。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你的终身大事一直是爹的心病啊。你考虑考虑吧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你是说你在京外的荒郊野岭遇到一个人，求他带你回家，结果这个人正巧是今天上门给表姐提亲的娄家堡少堡主？有这么巧的事？绝对没有。你们说，表姐真的会嫁给那个娄轩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指望那个只会射箭的木头能做些什么了。我不想让表姐嫁人，更不想让她嫁给那个古里古怪的娄轩。那个娄轩深不可测，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娄家堡势力盘根错节，从不在乎什么俗世规矩，也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为何今日要和丞相府的表小姐结亲呢？